至善的天父上帝，阮真感谢你。阮即群受恩的囝儿，是足有福气的，会当来到你的面头前，阮要来敬拜你。恳求即时，天父上帝，你圣神运行伫阮的中间，互阮进入你的内面的时，将阮的重担放落来，将阮的忧虑放落来，将阮野善的身躯放落来。我要来到你面头前，我要同心来敬拜主你，因为阮是你拣选的囝儿，你无爱阮的才能，你无爱阮的智慧，你就爱我，你欢喜爱阮，独独来敬拜主你。主啊，阮伫你面头前，要专心敬拜，我要用阮的心灵来敬拜主你。互阮无论是有开声无开声的学祷，无论是有开声无开声的会祈祷，主你拢要甲阮直直，你拢要听阮的声。就着今仔日的敬拜，愿主你的话会当成做一拍光灯，来伫阮的生命中间来引带阮行头前的路站。因为主你的保护，你已经洗清阮，互阮会当伫你的面头前。会当用专一的心来敬拜主你，互阮无惊吓伫你面头前。主啊，感谢你，你逐日在引带阮，互阮才会当照着主你的话语，阮会当伫世间的路上，阮会当行伫你爱阮所行的路上顶面。主，阮时时刻刻拢需要你。我要用祈祷，要用学祷来伫你面头前来学祷你。主，阮今仔日要为着阮的主日学，因特别出外去到伫新竹，阮也恳求天父上帝，你来帮助因的出入，拢有主你的引带带领，互因会当平安顺利伫遐学习。主，阮将阮今仔日的所有的服侍，拢愿主你来引带带领。互阮将阮所有的服侍，拢会当正做芳芳的祭来献伫你面头前。阮安尼祈祷感谢，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平安。咱即时来锻炼今仔日礼拜当中要唱的诗歌，第一首诗歌234首。好，234首是咱真熟悉的诗歌吼，所以今仔日咱要唱第1节、第2节以及第5节。这算是476首全能至尊的神。这首诗歌伫咱教会敢若较少唱吼，所以今仔日第1节甲第5节吼，咱拢要来唱。第一遍
阮领唱的部分，阮先来唱第一节的部分，唱了后，咱接续为第一节才开始来唱。首，接续啊，咱要来看今仔日的咱的卫生诗306首。伫电视串联进前，伫遮甲咱分享一个最近看的一个早期宣教师的报道。伊这篇文章安尼写：南太平洋的报道先锋，英国宣教师佩顿。佩顿宣教师伫1824年出生伫苏格兰一个健全的基督教的家庭，所以伊伫中学的时阵，伊就开始有这个传福音的负担，然后伊嘛接受这个宣教的装备。1857年，佩顿伫伦敦宣道会聚会的时阵，伊听到伫南太平洋，南太平洋一个有
80个小岛所组成的新赫布里底群岛，这个所在拢无人去传福音，所以伊心内真感动，伊就想要去这个所在来传福音。158年，伊准备要去这个小岛传福音的时阵，真侪人甲主动，因为这小岛关顶拢是这原住民，因维持因的传统的生活。因的传统生活当中有一项传统，就是因会食人啊，所以就是咱讲的食人族。所以当伊要出发的时阵，真侪人甲主动讲，你唔通去啊，因为你若去到遐，可能你上岸唔免半工吼，你就去互遐人当地人甲你拆车落北啊，伤危险，你唔通去。总是佩顿回应安尼讲，伊讲无论阮无论是活是死，拢是主的人。无论是伫地面上，也是伫这食人族的巴肚内，我拢要学落主。当时阮伊的真好的朋友，另外一个传道人施布真写批予佩顿，施布真真支持伊的海外宣教。当时伊写批予佩顿的宣教书的时阵，安尼讲，伊讲想到你这么专心专意咧服侍主的时阵，伊心内就不断为伊祈祷，总是伫祈祷了后。伊嘛想到伊伫即个遮危险的环境，伊嘛是感觉真担心啦。但是施布真讲，我将我的担心挂伫十字架顶，挂伫十字架顶。我想咱每一个人有真侪种超凡的代志、担心的代志，咱嘛会当学习将咱超凡的代志、担心的代志来挂伫十字架顶，交托予咱的主耶稣基督。那安尼。当咱伫遐咧超凡的时阵、担心的时阵，咱嘛会当调整咱的角度，咱调整角度来学落主，莫去想些用学落的诗歌来转变咱的心态。所以这个月的月圣诗386首，我的心里就学落主。那么这首诗歌，互咱伫欢喜的时阵，伫咱的担心的时阵，咱拢会当记掉这条诗歌，时时来学落咱的主。好，咱一起来唱。306首，唱2遍。我的心里就学落主，就学落主眼光生命。我的心里唔通畏惧，一切好事是主所行。生命，我的心里唔通畏惧，一切好事是主所行。我主，我的心里就我主，我主，我的心里就我主。咱必办新进的礼拜。
你着耶和华手生的歌，全地了着耶和华唱歌，着耶和华唱歌，祝谢伊的名，日日传播伊的救恩，伫列邦的中间讲起伊的荣光，伫万百姓的中间讲起伊奇妙的所做，因为耶和华最大，应该受极大的恶乐。伊伫正生命的顶面，应该受敬畏。这是咱撒迦利因信诗第306首。我的心你着俄罗主，我的心你着俄罗主，着俄罗主因光性命。我的心你毋通袂记，一切好事是主所行。俄罗我主，我的心你着俄罗主。俄罗我主，我的心你着俄罗主。才起来因转首。我的心你着俄罗主，着俄罗主因光生命。我的心你毋通袂记。一切好事是主所行，俄罗我主，我的心你着俄罗主，俄罗我主，我的心你着俄罗主，我的心你着俄罗主，着俄罗主因光生命，我的心你毋通袂记，一切好事是主所行。俄罗我主，我的心你着俄罗主，俄罗我主，我的心你着俄罗主。请坐。这是咱撒迦利因使徒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。使徒圣经第9部第7面，咱撒迦来读，请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大生囝，咱的主，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圣女玛利亚出世。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，钉十字架死，埋葬路因府。第3日对死人中国活，就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，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神，共同的教会，信徒的相通，罪赦免，肉体过活。永远的活命，阿门。这是咱撒迦利启应，启应文第31篇。启应文第31篇也是诗篇127篇、128篇。厝地若毋是上主建造，蛇若毋是上主固守，恁早早起来，晚晚才困。上主所疼的人，今日是上主所赐的产业。少年的时所生的囝儿。志大宝宝的人真有福气，敬畏上主的人真有福气。你会当食双手拍拼得到的食物。你的某伫厝内亲像结果子的葡萄树。
敬畏上主的人一定遮尔幸福。愿上主对西安赐福予恁。愿你会看到行行顺顺。信息，新信息第234首，我心实在学乐。我心实在学乐，因为上帝大恩，叫我性命免底灭无，信心是伊敬尊。请起立来因全首。我心实在学乐，因为上帝大恩，叫我性命免底灭无，信心是伊敬尊。上帝大大慈悲，赦我拢无罪过，高高日日照顾有赐，我必得着以后，上罪拄我罪恶，哪当你所的份，哪去你对管我切度，主爱我的推算，亲像父母疼痛，令因所生的囝，上帝也听见伊的人，也过父母的听，咱人生命难回，大风来吹就响，上帝慈爱永远袂废，孤灯是阮模样。请坐。这是咱陪伴心来祈祷。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伫过去即礼拜中间，互阮有好的天气，守持阮安定平安的社会，互阮会当进行逐项的活动。愿知阮所有一切的钱财、产业、财能，拢是主你所赐的。阮满心感谢你的恩典。伫即时，阮摆咧阮的过失，阮常常袂记哩你的话，受着贪心、自私，亏欠你的眼光。求你开阮的目睭，看你的大作为；开阮的耳孔，听有你的话语。求你开阮的心，互阮知罪。求你撤销阮的过失，互阮常常听有你的声。愿你常常装备阮，互阮有心来奉献。诚侪你的器具，伫地面上，照你的脚步来行。阮看见这世间中有侪国家受到战争、地动，遭到水的灾害，有侪人失去性命、失去财产、失去大个所在。愿主你守持平安，止线战争，互阮有仁爱，彼此相听来生活。阮的生活受到大项物件起价影响，鸡卵、水电拢在起价，互阮的生活愈来愈困难。求你时刻甲阮同在，无论伫顺境逆境的时，互阮常常仰望你，倚靠你来行。本主你是大咱新学院奉献的主理，愿主你看顾新学院的活动。愿愈来愈多的传道师受到装备，来服侍你，传主你的信息。愿新学院的发展，亲像撒母耳指导少年的先知共款。愿主你纪念使用你所陪伴的人，来照你的旨意来行。今仔日本会主日学的老师甲细汉囡仔出外旅游，
愿感谢力量部教会的招待，互主日学的学生有机会会彼此来沟通、来学习，有好的体验。也求你保守阮所有人出入的平安。伫4月15、16，阮要举行耶和华礼拜，要去到宜兰2天。阮有侪侪同工尽力伫备办安排行程，休困的所在、地点的勘察。愿主你纪念阮所有服侍的同工，愿耶和华礼拜顺利来举办。4月第1礼拜拜5暗时，阮要举行东山区小兰日的联合礼拜，求你互阮所有兄弟同工备办的心，3天来纪念耶稣替阮来受死，互阮搁一摆来重新反省阮甲主你的关系，思考受难的意义，也求你保守大项联合礼拜的时间、招待、事情、音控，拢会当顺利来准备。最后，求你一直稳定守护伫阮软弱的肢体，互阮定心恢复健康，定心得到快乐。伫病痛的时，也求你来医治，求你来安慰，互阮的心时时较无你，我靠你，除去阮的病痛。阮安尼祈祷，是奉主耶稣的名所求，阿门。这是咱3个来共读圣经。圣经利未记第4章第1节到第5节，14节、16节到21节。利未记第4章第1节到第5节，14节、16节到21节。伫旧约汉语本517面。第1节。散巴拉听见阮起声求，就大受气，大痛恨，祈求犹大人伫伊的兄弟甲撒玛利亚军兵的面前讲：这个软弱的犹大伫做甚物？要设法互家己坚固吗？要限制吗？要一日成功吗？要对土堆中提出计火烧的石头来国起吗？加本人多比亚徛伫伊的身边讲。因所去的，若有一只狐狸就去，就要踏到因的周墙。阮的上帝啊，求你听，因为阮互人看轻，求你互因的诽谤归伫因的头壳，互因伫修炼的地拄着抢劫，无得压砍因的罪过，无得互因的罪恶对你的面前撤销。因为因伫起造的人的面前激动你的受气。14节，我观察了，就起来，贵族、官长甲起有的百姓讲，无伫惊因，着记伫主是大国通行的，着为着恁的兄弟、恁的囝、恁的查某囝、恁的某、恁的厝地来交战。16节。对迄日了后，我的乐部一半做工，一半夜唱，挂灯牌、夜景、穿盔甲，官长拢徛伫犹大众人的后面，起声唱的、打压的、打伊的打，一手做工，一手举军旗，起造的大个皮刀，照安尼起造，分扫骹的伫我的身边。我甲遮个贵族、官长甲起有的百姓讲：即个工看大，咱伫城墙顶分开3里不止远。恁无论伫倒落，听见扫脚的声，就着组织来到阮遐。咱的上帝要替咱交战。21节，
阮安尼做工，因下一半夜唱，对天晡光到星出现的时，读圣经到遮。这是献诗，请社青团契客甲马拉团契来献诗，我在向掌管明仔载。
讲道，请本会科牧师来讲道。下题目是主持至大口位。咱同心来祈祷，父上帝伫咧面前，阮感谢你。伫阮每一个时刻，阮知你拢赏赐阮最多，互阮想袂到的极大的恩典。伫阮每一天的时刻，你拢甲阮同在，引带阮行伫你为阮备办的路站顶面。这时刻，阮自责。用阮的歌声，用阮的心灵来敬拜你。恳求圣神即时引带阮，互阮透过你的话语帮助阮，互阮伫阮的生活中会当来行出你话语中的旨意。愿圣神引带阮运行伫阮的中间。愿同心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。昨昏我去参加台北中会伫教社部的一个伫三峡教会聚会，听到三峡教会因的建堂，我就咧想，哇，三峡教会这礼拜堂真久啊！因奈无互人设定做迄个咱讲的迄个古迹的一个保留咧。了后听三峡教会牧师咧分享的时，才知影讲，哇，因原来。伫当初咧建的时阵，因无迄个图，所以政府迄边就无因的资料。因为无因的资料，所以因即马要起就真简单。听到因即个消息的时阵，我想到咱教会伫前2-3礼拜，咱的旧堂因为区公所的施工，然后迄个树枝落落来，讲破一块迄个屋瓦。伫迄个时阵，咱袂当凊彩来整理。即个拍破的即个遐，伊伫咱伫政府的因的记录的内面，咱教会是一个历史的建物，也未到迄个古迹的程度。不过我去查资料，其实咱受的管制是差不多共款的。咱来通报即个市政府的文化局。咱袂当凊彩讲破去，我明仔载就叫工人来整理。咱经过一站一站的通报，因来看过了后，学者来评估了后，然后呢，咱搁写计划书，然后搁经过因的同意了后，咱才有法度进行迄个换厝遐的即个代志。我每天为门口行出去，我每天行过。看到迄块篷布放伫遐，咱会看感觉真碍腰袂？会吼！我就咧想，当时真正甲迄个篷布摕掉，就是讲迄个遐真正修理好。虽然咱即马无伫即个旧堂咧敬拜，但是我相信旧堂对咱在座的每一位侪人，拢有真。过去一段真好的、真水的记忆伫咧，这嘛是咱文山教会一个历史的记载。其实，伫咱的生活中，有真侪遮的文物、历史的建物，也是讲即个古迹的维护，其实拢无容易的。特别拄着一寡天灾，也是讲咱看到伫外国的遮的战争，伫遮所有迄个。有历史价值的这建筑物，就真容易受到迫害。伫今仔日经文内面，伫尼希米的这个时代，就是因为战争，抵到耶路撒冷，互人攻入去，敌人伫内底迫害、抢劫，互圣殿内面一切的所有的物。拢受到这对敌的迫害，甲摕走，成做因的一个战利品伫咧。伫当时，太赢的即个太赢即个国家，也是即个军队，因会安尼做，一方面是要打击迄个战败国家甲人民，互因的心内受到一个创伤，互因受侮辱，因为因失去了一切的感受。
所以尼希基米其实是咧记载着主前差不多伫597年的时阵，伫搁较早迄个时阵，伫迄个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对耶路撒冷掠走第一批犹太人开始，一直到主前586年，巴比伦伊搁一届来到这个所在，伫即届因伫圣殿里内底，将所有物件拢款走，所有物件拢摕走，而且掠去犹太人差不多6万至8万人。伫战争的中间，犹太人受掠到无共款的所在，巴比伦人将因放伫无共款的区域，因有限制，总是伫这限制中，因敢若阁有淡薄仔自由，所以中间有人咧种田，有的人咧做商业，有的人因为安尼有一寡生活过了还阁袂歹。伫迄个时期，犹太人因咧做甚物咧？对因的信仰，因咧做甚物咧？伫犹太人中的长老，有缘发挥着因的作用，那亲像先知以西结共款，一直受掠的人的中间咧侍奉，或者百姓会当知影讲，要安怎来抵挡遮无共款民族因的信仰。无共款的民族对因的威胁。尼希基的时代是伫波斯王古列的这个时代，差不多伫主前559年迄个开始，受掠的这犹太人的命运开始改变。这个改变，就是因为这个波斯王，伊是一个真有文化、佮开明的一个政治家，所以伊将巴比伦打败了后，伊就下了一个命令，伊用阮遮受掠的犹太人转去到因的故乡。所以，迄个时代有2批受掠的犹太人，拢分配转去到犹大这个所在。因转去了后，耶路撒冷就是伫所罗门伊所建设迄个圣殿，迄个古早地地迄个所在，因伫迄个所在开始要来建设。咱若根据历史家也是早期的这神学家因的作品，其实尼希米记爱甲咱头前迄卷以斯拉记是合做一卷的。所以迄个时阵伫早前的旧约，敢若讲伊是以斯拉记。伫现代希伯来文中间，上早甲伊分开的迄个诗是甲分开啊。但是伫旧约希伯来文的这翻译本希腊文的中间，这2卷书嘛是合做一体。所以咱会当看尼希米记，其实是大部分是尼希米家己人的个人的回忆。真侪学者认为这个是真的。所以，咱安尼咧看今仔日咱所要读的这段经文，咱来看到伊的背景。伊的背景是伫主前差不多伫445年的一个寒天，波斯的王宫，迄个时阵伫伊兰的这个苏珊这个所在，尼希米伫宫中担任一个尊贵、阁有影响力的一个职务之地。迄个时期，有几个犹太人对耶路撒冷过来，其中有尼希米的兄弟。当尼希米咧听因咧描述着迄阵耶路撒冷的状况，就是规个拢互破坏了后，无人建设，规个荒荒的状况。尼希米听了，心内感觉真忧伤，嘛真烦恼，所以伊就迫切祈祷。经过4个月了后，伊就向波斯王古列来表明伊要转去到耶路撒冷的一个决心。伊这个决心是，伊要转去，要来重建，伊要去看过去
犹太人所徛起的所在，就是上帝的圣殿，上帝临在这个所在。所以波斯王派人派军队护送伊转去到耶路撒冷。当尼希米转去到耶路撒冷，开始要工作，开始要重新来修建这个耶路撒冷的这个城的这个围墙的时，尼希米知影，伊转去是无任何的资源。所以，伫出发的进前，伊波斯王讲：“我要摕遮的材料。”所以，伊顺了遮所有的成就了，伊讨了这个材料，然后伊分配犹太人甲祭司，因伫无共款的区域来负责这个城墙的修建的工作。不过，当尼希米要修建这个耶路撒冷的代志，互边仔一寡咧拥护这个波斯主义的遮个人，因开始要甲阻挡。因亲像是一阵反对犹太人的这个势力，因形成，然后显露出来。这群对敌的人，就是三巴拉、多比亚、甲基善这几个有权、阁有办法、阁真诡诈遮的领袖。因就开始讥笑遮个犹太人，因阁制造一寡无实在的话，讲因咧重建这个耶路撒冷，是咧密谋要来反对这个波斯王。特别是伫附近以及伫迄个因的同伴内面，因阁甲因的对敌这个撒玛利亚的军队讲。遮真虚弱的犹太人咧做甚物啊？这阵犹太人因想要重新建造遮个城吗？因遮个犹太人，因认为因用限制一天就当将遮所有物件做好吗？因既然想要将伫遮所有芳香破碎的这城内面，要找石头来起这个围墙吗？毋那是安尼，伫附近的阿门人，佮讲因怎样会当建造出这个墙呢？因怎样要来建设这个城市呢？因所建设的这个物件，这个建物，其实一只动物就会当将伊毁坏啊！尼希米这个时刻，伊所面对的处境，有对敌的阻挡，有对敌的口舌，有对敌咧讲一寡无实在的话，这拢是咧打击犹太人对重新建设耶路撒冷的一个决心，嘛咧打击因的信心。这是当时尼希米所面对的状况。那呢？这个状况是毋是即马有咧提醒咱呢？咱即马住伫台湾，咱是台湾的一份子，咱的处境是怎样呢？这礼拜其实拢有一个好消息，就是政府准备要互咱会当领6000块啊点。这对真侪人来讲是一个小确幸。但是伫这个小确幸的内面，咱敢真正知影台湾即时咧面对的状况是怎样呢？所谓咱咧讲这个真正的状况，就是咱台湾即时咧面对的，无论是伫经济、伫外交、伫军事、伫国际、伫文化、伫宗教，也是讲咱人民的认同顶面，咱对无共款的面向。咱看无共款的角度，咱要来了解台湾现主时的处境。咱要安怎来了解呢？其实咱受到威胁真多。咱若掠乌克兰咧受到苏联所恶的攻击，战争所造成的损失，伫这1年外的时间中间。
对咱台湾的提醒是甚物呢？前几工啊，伫国会，就是立法院内面，行政院长面对一位立委咧甲质询的时阵，当即个立委提出真侪问题咧挑战、咧怀疑的时阵，行政院长直接点出是甚物人才是威胁咱的国家咧？咱也无论对军事、对文宣、对外交、对等等的各方面，行政院长表明伊咧捍卫咱国家的立场。那呢，我毋知恁大家有真正明白咱现主时所面对的处境吗？我知有侪侪人为着咱台湾，有侪侪兄弟姊妹为着咱所徛起的这块土地，付出心力，对要来保卫、要来捍卫一个心，以及要唤起侪侪人的一个关心，以及伊有行动。但是总是有一部分的人，毋是安尼想的。直到出现一寡反对，也是甲对敌的言语做伙念做伙的这个言论，甚至有人我伫路面看到一个广告，嘛毋是讲广告，就是一个布盘。伊讲伊的第一个政绩是删除了所有军事装备的预算100%删除。各位兄弟姊妹，虽然咱甲尼希米是无共款的时代，虽然咱甲尼希米的环境甲生活方式嘛无相像，但是当咱咧读圣经的时阵，咱是毋是会去想到讲，咱甲尼希米所拄到的情形有一寡共款呢？咱要安怎来面对咱的处境呢？当尼希米拄到这个阻挡，当尼希米拄到人甲伊口舌，当尼希米听到人遐讲有诶无诶时阵，尼希米将这一切拢交伫上帝手中。所以尼希米向上帝祈祷讲我诶上帝啊，你听到伊咧祈求阮，那呢，互因所祈求诶落伫因诶头壳顶，互因诶财物拢互抢走，互因亲像迄个狩猎诶共款，拢去到国外。尼希米继续安尼讲，伊讲求你毋通赦免因所做诶歹事，毋通袂记因诶犯罪，因为因侮辱了阮即阵当咧修建诶人。尼希米向上帝祈求的是，将这侮辱因，互因即阵咧侮辱的人，互因受到处罚。因为尼希米伊认为犹太人即马咧做代志是咧修建耶路撒冷，是咧修建一个神圣的地方，是一个上帝临在的所在。犹太人有这种共识，所以因真热心投入伫这个修建的工作，真紧就将这个围墙、城市，迄个要抵挡外来的这个敌人的这个墙，真紧就起到一半。当迄阵看袂起犹太人的对敌的，因听到犹太人因的工程的进度了后，都非常非常受气，因想要攻击耶路撒冷，因想要互耶路撒冷内面的犹太人开始混乱，因开始要来迫害，要来延前犹太人因中建的工作。对敌，因认为犹太人毋知因的计划，因认为犹太人要等到因攻击的时阵才会知。不过，徛起伫敌人中间的这犹太人，因就向伫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发出警告，甲因讲：
敌人要来攻击恁的这个阴谋。所以尼希米甲犹太人，因着改变因的策略，因爱犹太人遮所有的百姓武装起来，因的身躯带刀、带枪、带剑，用装作做一个单位，守伫遐城市也未起好遮的区域的内面，伫遐巡逻，伫遐来防止敌人的攻击。但是尼希米知影一件代志，虽然伊真有组织将遮的区域分配好，总是也无够遐，因为因的心内也未准备好。一方面爱建设耶路撒冷的这个墙，一方面要来抵抗敌人的攻击。所以当尼希米巡一届了后，伊对所有人安尼讲：咱毋免惊敌人，咱爱会记得一件代志，就是咱的上帝是至大而且通敬畏的。所以，咱要为着家己的同胞、家己的某囝儿，以及咱所徛起的这个家园，咱做伙来征战。犹太人知影，敌人听见因知影因的计谋了后，犹太人明白，上帝已经打败了敌人啊！所以，这犹太人转去到因原本的位置。定时，佮继续来起造这个城墙。对迄个时阵开始，一半的人咧修建这个城墙，有一半的人武装起来来守卫着耶路撒冷。无论是做倒一项的工作，咧起围墙的，咧搬遮建材的，因拢一手工作，一手摕着武器。这阵转去到耶路撒冷的犹太人，准备好家己，因对心内因的到外在所有的装备，因拢咧面对迄个有可能咧发生敌人攻击的这情景。佫较重要的是，因知影，这个城墙若起好了后，是咧帮助因将这个敌人抵挡伫即个城的外面，互因的性命安全会当得到保护。这群犹太人，因有共款的目标，因有共款的即个要去做的代志。因知影爱做啥物，上重要的是，因知影上帝甲因同在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尼希米甲犹太人。因无分大细汉，因拢将家己准备好，要来面对迄个有可能来到的即个挑战。那呢？今仔日咱敢有将家己准备好？当挑战来的时阵，咱会当有信心，而且来倚靠上帝，来面对遮所有一切的挑战吗？咱先莫讲台湾的处境。咱就咱个人的信仰来看的时阵，咱每一位拢是军队耶稣基督真久的一个的咱拢知影，现主是咱伫台湾，咱相信而且倚靠上帝的人其实无多。相信民间宗教，比如讲道教、佛教，也是其他的宗教，遐人抑阁是占大多数时，那呢？咱要做甚物呢？最近甲几位牧师，阮互相咧关怀的时阵，阮讨论到一个，即阵啊，定定咧讨论的一个议题，就是教会，咱的兄弟姊妹年会愈来愈多的时，大家拢关心伫即个个人的事工，即个是一个真好的事工。做教会嘛，为着个人的事工咧发展。总是阮分享到后壁，阮发现一件代志，阮拢无咧讲教会未来的10年、20年、30年了后，
迄阵的教会是甚物款的状况？因为伫现主时，有真侪工课，阮要去做。伫现主时，敢若阮所做，一时可能一两年，也是无偌久，阮就会当看到迄个成果啊。当我咧读这段经文的时阵，我看到犹太人将砖啊一块一块贴起嚟，形成迄个保护耶路撒冷的这个围墙的时，其实我看到每一块砖啊，代表着每一个世代，每一个世代拢会面对着无共款的挑战。所以，当咱咧向前要行的时阵，当咱咧看未来的时阵，咱要关心的，应该是转来到咱教会每一个年龄的中间，帮助每一个人来起造因的信仰。牧师伫这段时间，差不多这2年的时间，我为着做代志咧代祷。当我每一天我的灵修、我的祈祷的中间，有一件代志是为着大家的家庭咧祈祷，因为我知影伫恁厝内底的你们的家人的当中，有一寡是还未相信耶稣的，有一寡是离开耶稣、离开教会。有一寡是去相信其他的宗教的信仰，也是安尼讲。有一寡是过去捌来到教会，但是即马无伫教会、无参与伫教会生活者的咱的家人，无论伊是你的共缘的，也是你的后一辈，无论因是你的长辈，也是你的囝儿。伫即个时刻，无相信上帝，无相信耶稣，我为着这件代志，每一天为恁来祈祷。但是我知，敢若牧师一个祈祷无够呀，所以牧师要邀请恁，大家为你厝内底的人来祈祷，因为我知，当咱愿意。而且同齐为着信仰来征战的时阵，为着咱厝内底的人会当转来到耶稣恩典的中间的内面的时，这个时刻，上帝一定为咱来征战。当耶路撒冷的城还未完成，这个围墙还未起好，每一个人拢徛伫这个城的外口无共款的位置咧工作，因的距离可能真远，总是这个修建围墙的工程真大，毋是一时仔就会当完成的。所以尼希米提醒着大家，若是敌人向前来攻击的时阵，一边仔分扫角的这个人就会分享迄个扫角。大家就爱自集做伙，因为尼希米伊相信上帝伫迄个时阵一定会帮助因打败遐的敌人。我所邀请咱做伙为着咱厝内底、咱的亲族、咱的家人、咱的亲人，咱同心来祈祷，互因当转来到上帝恩典的内面。徛伫咱台湾。咱所生活的这块土地顶面，咱这个时刻当咧面对无共款、同样的这个挑战，厝边不断地甲咱威胁，世界各国嘛咧增加对咱的关心，所以咱应该爱有准备，咱阁爱用上帝的眼光来看咱家己的处境，咱爱相信上帝一定会为咱征战。伫信仰的内面，咱爱仰望倚靠上帝，为着咱厝内底的人，咱的亲人的信仰，为着遐离开无相信的，会当来到上帝面前的，会当互因来领受这个属天的恩典，咱爱同心为着因来祈祷，咱恳求上帝因带咱带领。
互伊会当搁一摆转来到信仰的生活的内面。当尼希米伊听到、伊看到耶路撒冷的遮的城的围墙受到迫害，城门烧去，伊伤心甘苦流目屎。总是伊相信上帝，而且伊倚靠上帝，伊上尾完成了耶路撒冷重新建造的使命。今仔日，咱犹原爱倚靠上帝，爱完成上帝交托咱每一个人建造的这个工作，互咱一代接着一代来完成，互世间所有人得救的工作。尼希米甲咱的故事要甲咱提醒的是，上帝是至大而且通敬畏的。上帝一定会帮助咱，咱爱有回应，爱有行动。咱同心来祈祷。全能的上帝，伫你的面前，阮知阮是软弱的，总是因为你听阮，你帮助阮，互阮会当伫你的恩典内面享受迄个极好无比的即个生活。我要为着阮亲人、阮的亲族、阮的父母、囝儿，还讲侪侪还未认捌你的，还未相信你的，我要同心为因祈祷，因为这是主你交托互阮的使命，阮爱来完成。互阮咧建造的时，是每一个世代，因拢受到建造。愿主帮咱，引带阮，互阮有气力，互阮仰望你，来行这条建造的道路。愿同心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有主将你的话刻掉伫阮心。补充报告是，今仔日是台南神学院的纪念主日。神学院今年无派神学生也是牧师来向咱请安。歹势，伫咱的周报内面有写因的报告，请咱家己看。以上。这是咱三角内因信息第476首，全能至尊的神。全能至尊的神，坐阴光宝座，令风喷号令，是那最多，求你对全天顶显出你的慈悲，现时赐阮和平，永远无离。请起立来吟全首。求
坐，即时咱备办心来奉献。请坐。即是报告，伫报告的大心，咱三工来读即礼拜的经句，来读2摆。请我的心真真全无听候上帝，我的真求是对伊来。诗篇62篇第1节。我的心真真全无听候上帝，我的真求是对伊来。诗篇62篇第1节。后周圣工分担，领手是苏坤龙长老，司礼是赖文如执事，司琴是张信邦兄弟，献诗是圣歌队，司献是柯关成执事甲陈lin娇执事，交代柯关成执事甲曾美霞老师，音控是施浩轩兄弟甲周绿建兄弟。广告的经理是柯牧师。来招的聚会，查经基督会，主理是我本人，司会是施希宇执事，主理礼拜，主理是柯牧师，经文是创世纪12章第1节到第4节，13章14节到18节，题目是上帝宣召亚伯兰。教会消息的报告。
台南sinh學院奉獻主理，本主理是台南sinh學院的奉獻主理，請兄姐來關心來帶導。第二點，4月7號拜五暗時8點，佇本會2樓要舉行東山區小男兒聯合聖餐禮拜，請兄姐來備辦先。第三點，野外禮拜報名。2023年野外禮拜要定伫4月15、16兩天佇宜蘭，請佇1樓櫃台報名，通洪洪長老甲張文新、張文興執事來接交納費用。活動的詳情請看第9面的部分，請大家來看吼。第4點，2023年新春團體合照，伊搭佇公布欄 A4 size，若是有需要的兄姐，請佇櫃台來填表。登記截止的時是到後禮拜主日3月26。補充報告。今仔日下晡8月2的課程要暫停一擺。教會集體交通甲帶導的事項，請大家家己來看。報告到這。咱三甲內面信息394首，臨時線請牧師來接導。咱同心来领受上帝祝福，愿天父上帝所赏赐的平安甲喜乐，主耶稣基督的盼望甲救赎，信心扶持甲帮助，甲恁众人伫地对这点到永世代无煞。阿门。请坐，别倒。
咱彼此亲安。